台南市议会1楼大门口，今仔日上午摆满各式陆海空的飞机模型、当地秘密枪，以及来自各地退伍军人，目的是要为了全民国防、教育军事嘉年华的活动来宣传。活动一开始，透过无预警的手摇警报器，警报声大作，每一位美丽的建筑物内面场面逼真。大家赶快起立！防空警报响起，请到着后面防空洞。3分钟之后再回到记者会现场，赶快小跑步，小跑步。来，各位井然有序的哈。为了宣扬国军后台，并且协助国军人才招募。有一群退伍军人甲人民结合台南市退伍军人协会、空军官校校友会等民间的社团，将伫个跨年元旦假期举办全民国防军事嘉年华的活动。包括记者会还没这么有规模的，而且具备了有很多的一些兵种的模型啊，包括一些配备，包括刚刚我们非常震撼的我们的防空演习哈，我想这都是在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多接触了哈，为什么呢？这样会比较习惯。那习惯的时候就是要面临说，如果在紧急的时候、危急的时候、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你如何去面对它？我讲最近两岸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了哈，共军的骚扰台湾哈，实际上让我们民众大家有些人都是人心惶惶，但是在基本的就是生活上面，我们还是必须要生活，而且我们如何捍卫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哈，我想这是身为中华民国所有的人哈都必须应负的一个责任呐。让我们的儿童能够有这个概念，希望他能够容下。植入这个从军的 DNA， 让他从小就喜欢军事。在这个游戏区里面，我们在林梦良公园的后侧会搭建靶场哦。那么我们的四周会围上这个安全网，让大家尽情的玩游戏，让我们的小孩子、年轻人很喜欢这个军事。那在林梦良公园的前区，就是国军的展区，以及我们的邀请展以及军机的展区，完全是以协助国军人才招募为目标，希望我们能够为国军、为国家尽一份力。活动发起人之一跳大师表示，为了庆祝元旦，欢迎3天的假期，无论民众穿着国旗装，或者是各式的军装来迎接新年。活动区嘛将分做国军的招募、军事模型的展览，加亲子军事体验区等。欢迎民众元旦假期做伙来林默娘公园体验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